来关心南部的天气，这是受到天气的影响，要屏东呢真正热啦。东流线的船班透早一日开出去时，人去袂输你坐海盗船，因为呢风影真大。东流线的这个航班有调整，早起9点开出最后一班船，真侪人坐船赶紧要登去小琉球。因阮嘛有游客人透早就为中部落南，准备去离岛佚佗，后来因为这船班停驶，只有受咧取消开营。 东流线的交通船一透早就出发，伫咧海上进行煞袂输海盗船。船舱的乘客是满，画面中感受会到船是比平常时搁较海。虽然是安尼，不过抢买者早起9点上尾班的船前往小琉球的人也是真多。一透早东流线就排队排甲落长。你想要登去小琉球就对啊。 哦，恁在地遐就对啊。好，原本预计要去玩几天？3天啊。啊，回中部哦，就会觉得蛮可惜的。有一点啊，因为我们4点多就来。你4点多就来了？4点多就出发了。乘客当中嘛有外地游客，原本要到离岛佚佗，半暝就为中部落南，但要坐船，却收到海上无好，交通船暂时无开的信息。因为考虑到无确定当时会恢复航班，游客只好取消行程，无奈失望拢写在面内。 船班受到影响，原本要送去小琉球营养午餐的食材暂停运送，厂商刚来当一箱搁一箱搬登去下车。因为今天早上我们7点20船班出去的时候，开了20几分钟，大概离岸大概3、4海里，浪都有3公尺的浪高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返航停航了。 东港的东龙里因为大雨加上海中部分的地区有积水15公分的情形，那东丁里是透风落雨。 这种即马这阵雨，那无较细吼，变做惊讲会搁造成我灾情出来。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中南部的地区短时间内出现大量雨水，无稳定的天气，互民众的精神紧条条，希望大雨莫造成灾害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